家都用過 Boutir 掌鋪嘅 app 或者 WhatsApp 加貨喺手機度加得非常之快啦。咁而家我哋嘅 desktop 度咧加咗個新功能叫多圖 AI 創建商品。咁呢個功能咧原來加大量嘅圖片或者大量嘅商品咧，直情一個字爽啊！咁點做咧？大家示範下啦。嗱，當我有一堆相係好唔 organize 嘅，其實佢係分別屬於好多唔同產品。你想做下可能喺個 supply 度攞到好多張相翻嚟啦，準備加貨。咁點咧？以前就好多工序嘛，而家唔使啦，一次過我將呢堆貨加落去呢度就得㗎啦。呢個功能嗰度，咁我而家將一堆貨就揀晒佢先啦，然後加落去呢度，係啦。咁加完之後咧，第一我哋會將每張圖片變成一個商品啦。咁呢個冇乜咁難，亦都冇乜咁正啫。咁但係第二步，我哋可以利用 AI 咧，幫唔同嘅相 group 埋翻同一個產品。例如你而家見到我加晒落去啲產品度啦。咁其實好明顯咧，有好多張咧，例如呢啲嗰個帽嘅相咧，其實講緊同一個產品嘅。調翻轉有啲咁嘅衫嘅相咧，其實佢又可能係講緊同一個產品。有啲公仔嘅相咧，佢又係屬於同一個產品。咁點搞咧？唔使自己人手搞啦，呢度叫 AI 組合相關影像。一撳呢粒掣咧，我哋就用 AI 幫你 detect 邊啲相其實應該係屬於同一個產品咧，group 翻埋一齊。咁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咧，仲有第二個動作就係 AI 自動生成商品名稱，即叫埋 AI 幫我寫埋產品名都得㗎啦。咁之後我只係需要入加，存貨唔入嘅就當係 unlimited 無限，咁就得，咁就可以好快加晒啲貨。咁當然咧，用 AI 去幫你組合啲相咧，有機會啱，有機會錯。我自己試咧，我諗8、9成都啱嘅。嗱，好似而家做咗啦，你見到好明顯呢3個產品，呢3張相就係屬於同一個產品啦。呢一堆相其實加埋呢個 model 嘅相咧，其實都係講緊同一條褲，不過唔同顏色啦。呢一堆冇嘅相亦都成為咗同一個產品啦，等等等等。其實咧，你見到啦 ，AI 咧好似做啱晒所有嘢㗎啦，已經假設佢有啲咩唔啱咧，有嘅例如我當呢個產品當呢張相唔屬呢個產品嘅，我哋仲可以用人手微調。例如我只要將呢張相drag落去，例如當係屬於呢個產品先啱啦，一drag落去咧，咁呢個相就會屬於呢個產品㗎啦。調翻轉好似錯咗，其實應該擺翻落去咧，咁就drag翻落去，咁就得㗎啦。又或者呢張相原來唔屬於任何嘢嘅，你加叉咗就得啦，或者你想再加新嘅產品都得。咁頭先都講啦，第二個功能就係 AI 幫我人工智能咁去寫翻個產品名啦。咁而家幫我全部寫晒啦。咁你大家都會見到個效果，其實啲產品名咧都應該啱啱地㗎咯喎，其實都冇乜問題。咁到最後我只係 set 翻個價錢就得㗎啦。咁今次我 demo 就全部都 set 翻同一個價錢啦咁就 set 價錢。咁量嗰度咧你可以照填嘅。如果你唔填嘅，咁當佢係默認成為一個unlimited 即係無限咁就得㗎啦。咁你見到咧 total 47張相，呢度可能有大概10幾件產品咧，一次過咁樣就加晒㗎啦。咁最後我撳呢個創建商品，咁就一次過幫我將呢一堆啱嘅產品嘅相 group 埋成同一個產品咧，全部自動加晒落去，你睇加晒落去㗎啦。咁你有47張相加落去都唔使2分鐘搞掂㗎啦咁所以呢個好好嘅功能叫做多圖 AI 創建商品啦，大家試下用我哋嘅 CMS 已經用到。手機 app 得唔得咧？得嘅，不過等多幾日，應該今個禮拜尾出嘅新嘅版本咧，又可以用手機 app 做埋呢個功能㗎啦。